咁直至到近5至10年咧，互聯網咧就又取代咗電視，變成影響你嘅即係影響年輕一代嘅一個重要嘅即係影響力。就係因為咁樣咧，令到學校同老師咧嘅權威嗰個嘅影響力嘅能力咧就受到挑戰嚇。咁我諗呢個都係互聯網帶出嚟嘅問題。一有咗互聯網，可唔可以叫啲年青人或者即係中小學生唔玩互聯網、唔上互聯網咧，就冇乜可能啊！咁所以咧，我諗我哋更加積極就諗下點樣喺教育學裏邊咧，都滲透一啲互動嘅，令到啲學生我哋下一代，即係香港下一代能夠可以喺一啲新嘅工具裏邊咧，就好好受到栽培。咁我諗呢個就係轉嘅一個即係幾重要嘅原因嚇，因為細路仔已經有好多資訊。如果我哋用翻傳統嘅教育方法，係唔係最適合咧？唔夠互動嘅時候，係唔係同佢哋期望有唔同咧？呢個係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就係社會需要嗰個人才，第時出嚟投入社會嘅人才唔同咗。舊時社會話100年前咧要背好多嘢，作詩啊咁樣。但係咧過往幾十年咧，或者係又要即係要做好多好邏輯分析啊、數理化。但係未來嘅人才咧就要好需要合作，好需要有創意，好需要有呢個互動嚇。呢啲咁嘅訓練咧，亦都係同30年前咧又係有唔同咗。所以咧社會需求嘅人才需求咧亦都唔同咗。所以兩個唔同咧，就令到咧慘啦，令到學校又要變，老師又要變，校長又要變嚇。所以呢個咧變成一個，仲有出版商又要變嚇。每人咧都未必想變嘅，一變咧就會帶嚟咗好多唔穩定啦，同埋要摸索好多新嘅嘢。但係咧，我估計咧，全世界都睇見啦，喺即係教育學裏邊咧，會一路變人嘅時候咧，香港都唔可以唔變。所以縱然係好辛苦，唔容易，但係我相信咧，香港行呢條路係必走之路。但係如果行呢條路必走之路嘅時候咧，究竟邊個人、邊個 stakeholders 即係持份者能夠可以應該要參與多啲咧？我相信咧，第一個持份者一定係老師嚇。但係過往嘅老師咧，即係一路咧都我哋知道係好辛苦地教書嚇。但係教書之餘點樣可以有時間參與咧？呢個我覺得咧就學校或者政府有責任咧，俾啲資源，令到老師有時間，即係我相信咧，即係學校絕對唔應該將即係好似以往教改啊，或者係做好多嘢咧，就繼續將 workload 擺落去老師度。所以學校政府點樣去俾足夠額外嘅資源，令到學校同老師一齊去喺教育學裏邊去有足夠時間同空間去參與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值得大家提出嚟同埋大家思考。呢個就係學校。第二個好重要嘅持份者就係嗰啲出版商啦。出版商過往喺香港裏邊咧，市場不是很大，10幾億嘅市場，但係亦都係即係又唔係一個細嘅市場，幾穩定嘅市場。以往嘅出版商能夠可以每幾年就去出版一啲啱香港嘅課程咧，呢個咁嘅趨勢第時會唔會改變咧？一定會改變。但係呢個改變嘅時候會點樣改變咧？會唔會完全免費咧？如果免費，等於出版商有最大嘅受害嘅持份者嚇，咁佢哋會點樣反抗咧？或者佢哋點樣喺最後嗰段時間去參與咧？呢個我哋政府或者我哋社會好想啊，能夠可以好鼓勵到呢啲嘅持份者，即係話呢啲課程嘅設計者或者係提供者啦，能夠可以好正面積極咁樣邁向呢個第時嘅教育學嘅互動軟件啦、互動嘅教材。其實即係做內容係好重要嘅喎，睇見。但係未來咧更加重要就係做內容同埋喺嗰個教學嗰個過程啊，因為一做到軟件咧，就成個 process 咧同埋個 feedback 咧都可以做得更加好。過往10年香港好多嘅出版社都投資資源咧喺呢啲輔助教材裏邊俾同老師一齊用。以後點樣去做咧？係嚟緊政府話要去將佢教材同埋嗰啲軟件工具分開賣，係咪合理咧？我希望都能夠可以聽下即係啲老師嘅心聲啊，或者聽下啲出版社嘅心聲。最後咧，我諗就政府角色啦。我諗政府角色咧，即係我咧就係即係負責咧就去監察政府咧，能夠可以真係做得到一啲政策咧接近民意。